王杰呀，你现在明白朕为何捉广兴查处汪海棠了吧？牵涉到微臣弟子，我理应回避。你还是不明白朕的用心。哦，朕让你回避，就不让广兴回避吗？这解释得通吗？微臣愚拙，朕有内顾之忧啊。近来啊，朕发现你们和广兴的裂痕是越来越大，朕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间隙。但朕不愿意看到你们同朝却不和。记得朕还在上书房读书的时候，问师傅为君第一忧患，朱时君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内顾之忧，就是大臣之间互结朋党。”时过境迁，朱时君恐怕把他在上书房说的话都给忘了。可是朕不能忘，朕也不敢忘。朱中堂的确担心广兴，恃宠弄权呢。有些事儿，你和朱时君都不屑于办，是广兴替朕忙活。难道这就是你们说的恃宠弄权？王杰呀，你们要体谅朕的苦衷。难道是皇上还想着让这个瓜儿回宫？广兴猜摸到皇上的心思了。倘若让瓜儿和徐端尽快的成婚圆房，皇上那不就……学生信口胡说。来，戴大人，请。多谢多谢。大人，您这是一点点心意，祝你们俩能够白头偕老。这不单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朱中堂也希望你和瓜儿能够尽快的成婚。大人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朱中堂为什么对我们的婚事也如此的关心呢？哈哈，你不要想得太多，都是因为瓜儿在宫里的时候深受孝淑皇后的疼爱，孝淑皇后一走，我们大家自然也要关心关心她的幸福了。还不止这些，前天南河总督托人约我前去做事，说是也是受人之托。我想不应该有人关心我，一定又是瓜儿的缘故。哦，戴大人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瓜儿她只不过是一个宫女奴婢，怎么会这么受人抬举呢？虽然瓜儿只是一个宫女，但是皇上皇后对她赞不绝口。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也都觉得瓜儿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姑娘，所以希望她幸福也是情理之中啦。公务在身，就此别过。戴大人，您慢走。大人，您是戴居亨给的吧？怎么了？咱换个地方说话。来吧，别客气了啊！周大人来了，快请快请，您快请。红姑娘，红姑娘，周大人看你来了。哎，这就来。哎，给他找个水灵的啊。不，周大人，咱们换个地方。哎呀，这里好啊，我又不喜欢在酒馆谈事儿啊。
哎，你是喜欢软玉温香抱满怀，还是菡萏若兮不生衣？周大人是问您呐，喜欢身子丰满的姑娘，还是单薄苗条的？周大人，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。怎么又换地方啊？我带你来就……哎呀，大人怎么才来呀？都3、4天了，想死我了。哎呦，红姑娘，肱骨缠身，红姑娘近来可好啊？哎，您不知道啊，周大人怀里要不抱姑娘，可没心情谈公事儿。哦，谢谢。我们说正事儿吧。刚才戴渠亨给你银子，是不是劝你尽快娶苏万妮瓜儿啊？怎么周大人也关心此事？关心苏万妮瓜儿的人有很多，其中有你连想都不敢想的人。南河总督不是已经邀你去他那儿了吗？我还在犹豫呢，这与瓜儿有关系吗？大有关系啊！说开了吧，你去南河总督那儿有个条件，就是不能娶苏万妮瓜儿为妻。南河总督没对你讲？那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向你谈条件。小兄弟，听老哥一句，你赶快跟着南河总督走，人家伸出个手指头都比你的腰粗，这世道就是这么不公。听大人的口气，是有一个贵人与小人争瓜儿。啊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拿下！军爷，他不是流民，他有家。军爷，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与他没关系，你就别管闲事。带走！告诉苏万妮瓜儿，明天拿银子到南营来领人。瓜儿，纳兰，瓜儿，徐端被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撞上了，那个提督中军让我捎话，说明天中午到南营拿银子领人。巡捕营是九门提督属下，这松云大人怎么能这么放纵他的部下呢？瓜儿，我看这事没这么简单，那个提督中军直呼你们名字。哎，这个姑娘是谁呀？啊，伯母、额娘，她就是纳兰。哦，纳兰呐！哎呀，这么漂亮的姑娘。伯母，您身体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好。原来汪海棠勒索山西巡抚的师爷背后连着案子，那中堂打算放弃汪海棠那头？这是皇上给本官的口谕，着本官查处山西那边的事儿。这干什么呀？啊，把银票拿走。大人，你回去告诉乐宝，周廷栋不是汪海棠。送客。行。大人，肥猪拱门，你怎么把他挡在门外了？哼，肥猪拱门
不都是好事儿？哼，这头猪逮了一口，你好吃难克活。我要去见左都御史大人。是。中堂大人，这知道的我都说了，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不会吧？听你贤弟说，你知道的可不止这些。你贤弟现在在我那儿，走吧。我说王杰怎么知道比我还早？原来是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杰的。我不是让你们都停手吗？你们还在逼迫乐宝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乐宝的师爷为何把你们俩捅到王杰的耳朵里啊？这我也不大清楚啊，可能是乐宝的师爷受成亲王的唆使吧。哼，成亲王这是在报复啊！我也是刚刚得知，其实汪海棠也投靠过成亲王。乐宝的师爷和成亲王联络上，就是汪海棠中间牵的线儿。这么说，上次是汪海棠把消息透露给成亲王的，要不成亲王也不会动手这么快。我也是这么怀疑的，但是我问汪海棠，他却不承认呢。看来这个汪海棠还真不能留啊！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又怎么出卖你我？大人的意思是？不答应，你就无法离开京城，回去复命。大人，你不放我回去，怎么跟乐宝大人解释？乐宝大人还是皇上亲命的经略大臣，影响了围剿白莲教，二位大人又怎么跟皇上解释？这种后果，二位大人考虑过吗？左都御史正愁着没有把柄，报复中堂大人。你倒威胁起来了！我说的是实情，中堂大人，你说呢？你走吧，我可以走。王大人，告诉乐宝，好自为之。乐宝有把柄抓在周廷栋的手里吧？你今天去见周廷栋，交易恐怕没办成吧？啊？当初周廷栋通过汪海棠讹诈你们大人，不能不花银子，这事也通知了我。周廷栋为什么不接受你们的银票？知道他想做什么吗？中堂大人，你这不是我捅出去的，啊？你那点伎俩，周廷栋早看出来了。我有什么伎俩？这问题你问过周廷栋吗？汪海棠在你眼皮子底下做了这么多龌龊勾当，你竟然现在才觉察？
奴才失职。朕再问一遍，真不是因为你回护王海棠？奴才有失职，但绝不会有二心。好了，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奴才觉得王海棠的案子还是应该由王中堂或者朱中堂来审。有什么不妥吗？直说。奴才觉得怎么秉公执法也会落得一身不是。奴才恳请皇上罢了奴才审问王海棠吧。当初不是你自己请命的吗？怎么又变卦了？奴才愚笨，当初没意识到这一点。王老弟，事到如今，恐怕不走一个人，这事儿就没完。王杰、朱世军咬住这件事儿，不走一个人，大家都脱不了身。走一个人，往哪儿走啊？去阎王那儿。是谁？我？我跟左都御史已经商量好了，照顾你的家眷。用不着。走一个人，说的真轻巧。为什么是我王海棠？啊，周廷栋，你也参与了这件事情吧？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承担？王老弟，王老弟，这个其实怪我实在担待不下去了。不过你也不能怪周廷栋，是王杰把你往绝路上逼。你走了，对大家都好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不过王老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家小。算我求你了啊！如果王杰审问我一个人把事情担起来，不说出他周廷栋还不行吗？对，他睡不好觉，我也不安心呀。王老弟，你放心，答应过你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你就放心的走吧。哎，左都御史，周大人，周大人，我。老爷来了。王大人，怎么了？乐宝的师爷走了。走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天刚黑就溜走了，像是要走夜路。要不要把他追回来？算了，看来这是乐宝的主意。即便不是乐宝的主意，也是成亲王的主意。哎，别把成亲王再卷进来，免得皇上动怒。圣旨到！微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王杰接手审讯汪海棠，彻底查清督察院徇私枉法一案，钦此。微臣领旨。皇上改变主意了，允许微臣查王海棠。那当然了，王中堂还不赶紧的？是。王中堂，这真是没想到。去问问这儿的狱卒，他死之前谁来看过他？好。
开门。起来走吧，我都打点好了。大人为何要帮我？这个你就别问了。哦，走啊！哎，好。我劝你啊，早点离开京城，啊，离开那个女人。你说的是瓜儿？我这是为你好，啊，到南河总督那儿谋个差事做多好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我，哎，大人，你们大人那儿我已经打点好了。我现在呢要带他走，啊。哎，谢谢周大人，哎，谢谢。走吧。哦。呀，没想到堂堂2品副左都御史，孝敬我这无名小卒银子，这世道变得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哎，大人还有何吩咐？拿来。银子。咱们呀，现在就去找松韵大人，兴许都不用花银子。行吗？这事儿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都是他的属下，随随便便抓人要银子。瓜儿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，额娘。那你们嘀嘀咕咕的，别是有事瞒着我。没事儿，放心吧，伯母。我这几天这眼睛跳个不停，别真出什么事儿啊！哎呀，真没事儿，额娘，您回屋吧。是来领徐端了吗？人已经放走了。放了？一大早就放了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酗酒闹事。拿走吧，拿走。主子，奴才又看见德林出宫了。别拿朝政上的事烦主子。死奴婢知道什么？别插嘴。听神武门的侍卫讲，德林最近经常悄悄出入神武门，皇上能托他办的，肯定不是朝政上的事儿。皇上病了，重吗？太医怎么说的？太医的话，奴才向来都听不懂，什么气呀、脉络呀，哎呀，不明白。干脆啊，你随奴才一起回宫看看吧。我已经是被遣出宫的人了，回宫干什么呀？再说皇上，他根本就不想看见我。错了不是？皇上这2天天天念叨你，就连看我们这些奴才都不顺眼。那来，跟我来一下。哎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瓜儿到处找你呢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干嘛躲着他呀？是不是变卦了，不想娶瓜儿了？你说，我能娶上堂吗？你真是这么话说呢？告诉我，你们在宫里的时候，瓜儿发生了什么？是哪个王爷、哪个贝勒爷对瓜儿有好感？你这是哪听来的嚼舌根子话呀？你要相信瓜儿，她一心想嫁给你的。不是我在瞎说，是有人逼着我离开京城。
有人热心的举荐我去南河总督府做事。这一切的背后，都是因为瓜儿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真没想到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徐端，你听我的话，赶紧带着瓜儿离开京城吧！啊！去南河总督府做事的条件就是不能与瓜儿成婚。你说我该往哪儿走啊？天哪！纳兰，告诉我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我想知道。纳兰，告诉我。是皇上。谁来了？他不来呀，我给他骗来的。你这神神秘秘的谁呀？苏安妮瓜儿啊！我跟瓜儿说皇上您病了，给他骗到宫里来看皇上。什么？朕病了？你就不能想点好听的招，咒朕得病是吧？奴才不敢。不过万岁爷，您得先躺下装病。他来了。这一次朕就依你，下次再出馊主意，朕就把你脑袋拧下来。这主子，急鼻子急眼的，你就不能斯文点？主子，果然是德林把狐妹子弄进宫来了。瓜儿姐姐回来了。奴才还听敬事房总管说，德林为让瓜儿回来，对他说皇上病了，想他。皇上知道吗？这奴才就不知道了。皇上准你觐见。叩见皇上。瓜儿，来，皇上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哎呀，这哪有什么？皇上受凉了。前2天睡觉没盖好被子，受了风寒，没事儿，还是说说你吧。啊，奴婢都是寻常百姓家的小烦恼。来，坐下说。你们都知道了。成何体统？说的就是嘛，这都被遣出宫了，他又回来干什么？有人喜欢呗。姐姐，你应该站出来说句话。本宫不入皇上眼，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。回主子，奴才打听到了，敬事房总管派人下去收拾养心殿宴喜坛的房子，看来皇上是想把狐妹子留在宫里头。我的天哪，皇上这是要干什么？他若留下，倒好说了。瓜儿，朕想你。可是瓜儿不能想皇上，瓜儿是奴婢，怕背负骂名。况且瓜儿已经与徐端有了婚约了。
可朕听说徐端是个官迷，他更愿意在南河总督那里谋份差事。寻常百姓家的女子，都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瓜儿的命运，就是跟随他漂泊。奴婢不好，奴婢不愿意给皇上带来麻烦。代人，德林公公，赶紧通报圣上，就说我有急事要禀报。哟，代人，您真能赶点儿，明儿个再来吧。这可是戡乱军务，你我都担待不起的呀，德林公公。好，奴才这就通报。皇上，军机大臣戴徐亨候在殿外。出去！这个时候带徐亨来干什么？他有戡乱军务要向皇上禀告，奴才不敢怠慢。他没说是什么军务。他说紧急军务。传他在东暖阁候着。皇上，奴才自作主张，把养心殿前后殿之间的西危房宴喜堂叫人收拾出来。皇上，奴婢已经被遣出宫了。宫门已关，留下。微臣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说吧，打了胜仗还是败仗？都不是皇上，不过是一个大喜讯。经略大臣乐宝800里加急，说是捕获了青号匪首。青号匪首，就是那个徐天禄。送出宫的宫女又回到了养心殿，还住在宴喜堂。该轮到王杰和朱时军说话了。王杰、朱时军，他们敢阻止皇上吗？王杰本宫不敢说，但是朱时军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坐不住。你们知道皇上告和珅的20条大罪中第4条是什么？将出宫的宫女娶为次妻，罔顾廉耻。这么说，有了这一条，就可以阻止狐妹子进宫了。上次白号匪首王三槐被抓捕以后，青号匪首徐天禄尽收王三槐余孽，青号逆贼一下子势力大增。这次乐宝抓获了徐天禄，对青号逆贼是个重创。朕要好好嘉奖乐宝，诏谕其他将军督府悉心听从经略大臣调遣。王杰、朱时军听旨。臣在。马上拟诏，褒扬乐宝的同时，敕立奎伦等将军督府。这。皇上，奴才有些困惑。乐宝的奏折里并没有提到交战的情况，双方既无交战，奴才就不明白了。乐宝是如何捕获的青号匪首徐天禄？朕估摸着，乐宝又像上次抓获王三槐一样，诱捕徐天禄。那么徐天禄手下的余孽，依然对官兵有威胁。青号逆贼眼下群龙无首，敕令乐宝趁机歼灭这股逆贼。这。王中堂，你不觉得乐宝的奏折写得太含糊了？有必要征询奎伦、伯乐登堡吗？说的有道理。王杰呀，你问一问奎伦，徐天禄手下那帮喽啰现在是个什么状况？臣遵旨。得罪了周廷栋，也就得罪了鬼昭狐。鬼昭狐现在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一定会报复。这周廷栋会不会嫌少啊？也有可能。怎么叫有可能？王杰已经盯上了他，还有皇上的师傅朱时军，好像2位中堂大人
对鬼抓虎并不待见。这么说，避开王杰、朱时军的耳目，周廷栋有可能接受贿赂。那鬼抓虎呢？鬼抓虎可不清楚。鬼抓虎贼骨溜滑，没人觉得他能靠得住，所以若想打通督察院的关节，都得去找周廷栋送银票。找周廷栋，这不是不得已吗？皇上，奴婢好久都没有见过皇上有这么好的兴致了。是吗？朕今天心情是不错，朕都想不起来上次心情好是什么时候了。下面呈上来的折子，没有一道让朕轻松的。皇上，不谈不高兴的事啊！来来来，这么说，皇上要金屋藏娇，要把瓜儿安排到养心殿为房。要把瓜儿安排到养心殿为房宴喜堂里。暂住养心殿为房，只有嫔妃才能享受此种待遇。瓜儿应该住在侍女房里。她被遣出宫，不再是侍女。那个叫……师傅说的是徐端吧？对，徐端。他可真是个官迷呀，去了南河总督那里。最近忙，没有去叮嘱他。不过上次分手的时候，他倒是很痛快的就答应尽快与瓜儿成婚圆房。人呢，是会变的。师傅，弟子看徐端并非善变之流。再说我给他银子，就是要让他马上的迎娶瓜儿。老爷，皇贵妃派小园子来，请你过去一趟。瞧瞧，说话事情就来了。道法自然，花儿啊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这件事儿，想必二位中堂都已经知道了吧？苏完妮瓜儿。哦，娘娘说的是原先在孝淑皇后身边侍奉的那个宫女吧？宋云已经将她遣送出宫。听说苏完妮瓜儿要与一个叫徐端的小伙子成婚，娘娘为何问起此事啊？他心气儿太高，恐怕要在宴喜堂度过他的新婚燕尔。宴喜堂？皇贵妃娘娘，此事儿微臣也是刚刚听说，只是一时半会儿没想出对策。毕竟是皇上的旨意，德林公公操办的。微臣恳请皇贵妃娘娘降下一道懿旨，逐苏完妮瓜儿出宫。到那个时候，微臣与王中堂一起鼎力促成。微臣以为这是个办法。他在养心殿，不在东西六宫，而且这事儿也有广兴的份儿啊。这本宫思量着，外臣引起的风波，
还是由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们处理比较妥当。二位中堂都是两朝的重臣，在大事上可不能犯糊涂啊！这叫什么事儿嘛？哎呀，真是！这被遣出了宫的，还能自个儿跑回来，这叫什么奴婢？我上次就说这红妹子勾引皇上，你们不信，哼！现在瞧见了吧？她不仅回了宫，还住进了宴喜堂。要怪，就得怪那个德林。哼，蔫的乎的就把这狐妹子给领进了宫。别说了，你说，没看见二位中堂都在这儿坐着呢吗？皇上，这说，皇贵妃把王杰、朱时军叫去了，估计是要朕的事儿，难道王杰、朱时军就能做主吗？朕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对朕开口。主子，那真是要主子将来还用得着他们。皇上，你想想，朕吩咐的事儿他们不照办，那朕还留着他们干什么？皇上，千万不要因为奴婢影响到皇上与皇贵妃的感情啊！更何况还连累到大臣们，这样瓜儿岂不成了一个罪人？皇上对瓜儿好，瓜儿心领了。但是皇上千万不要因小失大，后宫的安宁对皇上来说更重要。王杰和朱时军这些大臣也会从这个角度考虑，不会同意瓜儿留在宫中的。来，起来！朕不需要他们同意。凡事都不能够勉强。皇上，您忘了给和珅定的那20条罪状了吗？是啊，其中第4条罪状就是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，罔顾廉耻啊。